耶穌我愛你，耶穌我愛你，耶穌我愛你，耶穌。子柔，你喺度做緊啲咩啊？我參加咗舊曲新詞比賽，我而家試唱緊我重新創作嘅歌詞啊！你俾我睇一下。耶穌我愛你，耶穌我愛你，你覺得點啊？點解我個個字都識，但係聽唔明你唱緊啲咩嘅？你係咪唱緊印尼文啊？唔係喎，我明明唱緊廣東話㗎喎。等我睇下。唔怪得知啦，原來你歌詞嘅聲調同旋律唔配合。其實粵語係一種聲調語言，如果將字嘅聲調讀錯，人哋就會誤會說話嘅內容。同樣地，係粵語歌曲中，如果歌詞嘅聲調同旋律唔配合，就會令人產生誤解。例如數到到，如果用我愛你嚟填，就會變咗我愛你。如果改用塵愛你，誰愛你，狂愛你，咁樣歌詞嘅聲調就同旋律配合，咁樣聽起來就唔會變咗其他嘅意思㗎喇。其實就算你唔識歌詞嘅聲調，只要你有耳朵，你都可以分辨得到。而家我哋一齊試下呢一句啊，Do Re Mi，究竟同邊一句歌詞配合呢？返學啦，定係你好嗎？我哋一齊試下啦，Do Re Mi，返學啦，Do Re Mi，你好嗎？答案就係你好嗎？因為 Do Re Mi 如果用返學啦嚟填詞，就會變成返學啦。但係如果改為你好嗎，咁樣歌詞聲調同旋律就配合，聽起來就唔會變咗其他嘅意思㗎喇。我哋嘅分享就到呢一度，多謝大家收睇，記得去 Google Classroom 回答問題呀。